國家安全並非國家間嘅責任，而係我哋每個人嘅責任。我哋每個人都應該要為國家安全出一分力。國家安全，而我今次想講嘅係生態安全。生態安全、幸福大地、生物安全等多方面。而香港天水圍濕地公園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香港天水圍濕地公園位於天水圍北部，佢建造作用係彌補天水圍因都市發展而失去嘅土地。我哋平常如何去保護生態安全，就係應該要常用綠色交通工具去乘搭。而乘搭綠色交通工具，除咗可以保護生態安全，仲可以保護到環境。而生態安全，我哋就可以去保護野生生物，避免污染環境同生物。如果我哋越唔保護生態安全，我哋就冇辦法喺香港濕地公園或者香港海洋公園見到海洋生物或者野生嘅生物。